實有好多嘢都係由英文咁樣直接譯過嚟嘅喎，譬如車頭嗰啲 bumper 啊，咁英文就讀 pumper， 咁的士呢，就係叫做 taxi。你知唔知道如果人哋俾人綁票嗰啲人叫做乜嘢呢？叫做肉心喎。你知唔知道如果英文係叫做乜嘢呢？咁就要考起你哋咯喎。1998年2月中，九巴引入咗為數20部嘅 Neoplan Centraliner 巴士嘅。講翻佢嘅歷史啊，佢其實喺1998年8月10號首部新嘅巴士就宣告完成咗喺德國上船，並喺1998年嘅9月10號運到嚟香港嘅。呢一部 Neoplan Centraliner 一身香檳金色嘅車身，上面用草書寫上 Centraliner 嘅名字。佢嘅吸引之處呢，當然仲有肌肉感強烈嘅車身骨線啦。不過好戲在後頭，走上車上面呢，哇，咁先進嘅！車上面係配備電腦化嘅液晶顯示儀表屏，閱讀車上面嘅性能同埋狀況呢，就一目了然啦。抬頭望有一個黑白嘅電視機，呢一個係用嚟倒後視睇位同埋代替前望鏡觀察上層情況嘅監察電視。上層呢，又有一個新發現噃，上層車尾係向車頭斜落去嘅。呢個設計係歐洲嘅客車先至會採用嘅，目的就係要等坐喺每個角落嘅乘客，不論前後都有良好嘅視野。車頭就係以一塊過巨大嘅弧形玻璃蓋上，提供咗一個360度嘅良好視野，而且最車頭嘅左右兩旁玻璃窗都係較為大塊嘅，所以呢部車最適宜係坐喺車頭睇風景一流噶。落翻去下層呢，走到車尾又有新發現噃。近太平門嘅一張座位係可以摺起嘅，目的就係方便喺緊急嘅時候方便乘客逃生。另外有啲座位係安裝上安全帶嘅，以保障乘客安全。呢部車仲有唔少過人之處嘅，例如可以前後升降嘅氣壓式控制筒型司機座位，先進而整齊嘅儀表板，另外呢部車咧仲配備有4輪轉向功能嘅，喺轉向嘅時候，第1同埋第3軸咧可以作反方向嘅，就好似以往中巴嘅 AL1 同埋 AL2 咁樣。呢部車仲有好多嶄新嘅科技設備嘅，例如採用咗單一連體式鋼管底盤同埋車框設計，以及設有獨立嘅避震系統，使到巴士咧行駛嘅時候就更加平穩同埋寧靜嘅。有關安全方面嘅設計就包括有前面如果椅背冇扶手嘅座位就配備安全帶，巴士出入口咧就安裝咗商業式接門，而落車咧就更備有感應系統嘅，提醒乘客車門咧即將關閉。九巴去年就耗資咗1億6千萬元訂購60部全新版嘅 Neoplan Centraliner 巴士嘅，並於今年2000年投入服務嘅。不過由於拍攝嘅時候，新版 Neoplan Centraliner未能夠安排拍攝到，不過都講下新舊車分別啦。全新設計嘅 Neoplan Centraliner 外形都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巴士上面就擴闊咗車廂空間，車身總高度增加至4.35米，車廂通道亦都擴闊咗，令到上下層嘅車廂空間更加廣闊。至於樓梯亦都經過修改嘅，
將斜度減低，同埋加闊咗梯階嘅面積嘅。另外，九巴亦都顧及到輪椅使用者嘅需要嘅，對輪椅擺放嘅位置作出相應嘅擴大，進一步提升巴士車廂嘅舒適程度。另外， Neoplan Centraliner 巴士嘅低地台區域更加廣闊，令到乘客上落更加輕鬆。車廂設備方面，照明裝置由車頭位置連接伸展至車尾座位，令到車廂內嘅光線平均分散至每個角落。空調系統送風出口亦都經過全面改良嘅。